今日即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的1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5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殿的地基。圣殿的基础到底是啥？虽然咱知建筑的这个基是非常重要。十个教会伫建堂的过程的中间，基础的工程就开差不多半冬的时间。一楼以上呢，每一层楼差不多用1个月的时间。可见建筑的基础工程是非常重要，不但时间真长，嘛开费袂少的经费。用圣经是安尼啦吼，但是虽然是讲用真侪时间，是这个经费，这个基础的工程是袂当偷工，嘛袂当减料吼，搁较袂当免度啦吼。所以圣经用这个耶路撒冷呢，咧譬如以色列人。圣殿的基础当然是咧讲上帝本身，也是讲甲上帝的关系啦吼。圣经咧讲到上帝甲人见面讲话所在，就是圣殿。那如果是安尼的话，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是圣殿的基础。亲像先知以赛亚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5节所讲的。乌西亚王过身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16幅天使徛伫树后，有一个6支瑟、2支遮面。2支牙骹，2支做10杯，因迄彼此来呼应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门厅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拽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有知的我袂无因为我是喙无清气的人，佮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上主万军的统帅。新约司提反受领后，伫迄个会议中来见证主耶稣基督。伊嘛强调，迄个圣殿毋是上帝所需要的，虽然是上帝恩准所罗门王起的，但是事实上，上帝并无住伫圣殿的内面，因为上帝是创造、建造世上一切所有的主，敢有需要人为着伊起一间厝呢？其实圣殿就亲像摩西时代会幕共款，迄个目的就是要互人甲上帝来见面，甲上帝讲话，毋是上帝需要一个所在来徛起啦吼。甲上帝的关系是咱圣殿的基础，因此基督徒怎样会通无有教会生活、团契生活、礼拜的生活以及灵修的生活呢？如果是安尼的话，这个信仰基础就伤过危险啊！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记载着司提反的话，安尼讲：咱的祖先伫旷野有见证着上帝同在的会幕。就是上帝对摩西讲话的时，指示伊照伊所看见的模型建造的。后来，咱的祖先承接这个会幕，
上帝对因的面前甲外族赶走，因占领迄个土地以后，才甲约书亚将会无散去遐，一直到伫大卫的时代。大卫有得到上帝的欢喜，通过上帝准伊为着雅各的家找一个徛起的所在。毋过后来为着上帝起圣殿是所罗门。其实至悬的上帝并无带伫人的手所起的厝，亲像先知所讲，主讲我。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骹踏。恁要甲我起什么款厝？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竟毋是我亲手所创造的。恁遮尔固执，恁的心意耳孔毋听，恁甲恁的祖先相款，不时反抗圣神。倒一个先知无爱着恁的祖先，无受着恁祖先的迫害。有言迄个公义的仆人来临，遐个人拢互恁杀死。但恁拢正做出卖佮杀死迄位仆人的人。恁是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，竟然无遵守。诗篇72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将你的公正判断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来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，互伊的百姓；愿小山互因享受欢迎。伊会管百姓中困苦的人，伊替因来伸冤。伊会解救善车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畏你，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伊坐伫伊的座位，日子既然会兴旺，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。伊会掌权对这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直到地极。住伫旷野的人会跪落伫伊的面前，伊的对敌会完全降服。伊是他施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。西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，愿列王拢拍拜跪伊，万国拢服侍伊，因为善车人求救的时，伊会救因；困苦无依偎的人，伊嘛会救因。伊会怜悯困苦善车的人，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，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。你看因的性命做宝贝，愿王万岁！愿伊接受西巴进贡的金，愿百姓时常为了伊祈祷，规日祝福伊无停。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，满山坪有麦穗，亲像黎巴嫩的树林遐尼旺。愿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木生兴旺。愿伊的名留到永远，亲像日头久长流传，人会因为伊得到福气，万国会称伊做福气。至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记伊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，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耶稣囝代表的祈祷到这结束。求主帮助阮建立着良好的信仰基础，互阮会当养成好的灵修习惯，甲主有好的关系。主啊，帮助阮将信仰的圣殿基础建立伫你家己顶面，真做稳固的生命建筑。
来荣耀上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